梗係全龍潮啦，有時間都會坐定喺電視機度睇嘅。禮拜琴晚手球啦，幾興奮嘅，好支持香港嘅，哦，加油啊！革命激動啦，咁後生咁靚女嘛，有咁嘅成就係嘛？我哋所有中國健兒加油！香港對全運會嘅氣氛非常好。嗱，家喺度打個場啦，係嘛？咁各方面都宣傳下我哋中國全運會。我就中意啦，波類我都中意，因為我以前係打排球，即係我係由小學去到中學我都係打排球咯。跳泳水我都睇啊，其實關於體育就差唔多我都睇。可以梗係加一啲運動元素最好啦。